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本书籍，那一本呢是英文书名是 Compassion Conquers All。那我们之前昨天前几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前面的引言的部分，那今天开始进入正式的第一章的内容。那这本书呢，基本上分成3个章节，那3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讲的是出离心，主要其实是教我们在听或者进行任何佛法行为或者是佛法的活动之前呢，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设立一个正确的动机。所以第一章呢，专门解释，其实特别为大家解释，就是要怎么去设立一个正确的、正当的一个佛法的动机。那第2章呢是这本书的核心。那这本书其实最主要讲的它内容就是讲慈悲。那慈悲它我们所使用的就是它的主要的参考书呢，其实来自格西朗日唐发的修心法颂。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第3个章节呢，它讲的是智慧，主要讲的是怎么去禅修或者冥想关于无常的一种现象。那这是这本书的简单的一个大要。这本其实是一个蛮薄的一本书，其实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诲。那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在引言的部分呢，跟大家介绍过了，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是佛法啦。那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讲是什么东西啦，介绍我们怎么去听法，就是作为传授教诲的那一方，就是作为上师或者是老师应该怎么传法，那作为弟子呢应该听法。其实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其实都是根据《菩提道次第》里面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其实都很重要。那我们在参与每一个就是佛法开示的时候，正确的就是在上师和弟子这2方面都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如果没有正确的动机的话，那其实这个法其实都已经算是被污染了。那接下去呢，就主要介绍到作者。这个作者呢是，当然介绍作者主要是因为接受传承了。我们之前有说过，每一个教诲或者是每一个灌顶都必须有一个纯正的传承，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去道听途说，听人家断章取义，然后就去相信。那有传承的重要性呢，是因为这些传承上师们，他们都真正的都曾经去根据这样子的教诲而去实修过，而且也都有了成绩。那有传承的话，其实是就表示说这些传承，我们其实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而且呢，还来自传承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严格跟着传承的修持，如果我们有清净的三昧耶的话，那我们的修持就怎么说呢，也会顺遂的多，因为能够得到整个传承的一个加持。好，来到这个，那所以来到今天呢，今天是这一个部分，今天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这里是叫 Part 1， 就是算是第一个章节的意思。它讲的是 renunciation, giving up selfish concerns。那画的中文呢，它就是说的是出离，摆脱或者是放弃个人的一种考量，这种自私的考量。什么叫自私的考量呢？其实可能在佛法上的自私跟我们一般以为的自私，其实可能有一些它其实并不是有出入，但是在程度上是有一些稍微的一些不一样。那如果说你明白了什么在佛法定义上的自私的话呢，基本上那对世俗定义上的自私，你应该就完全没有不会有问题了。它其实是很细微的一种自私，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察觉到一种自私。那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还是会，因为这本是个英文书，所以我还是会念一段，就是可能念几段英文，然后再给大家用一些中文做讲解。那这是Part 1的第1页、第2页。Motivation.
the 8 worldly concerns. When we do any kind of Dharma activities, lighting incense, making prostrations, making offerings, offering flowers, giving donations to the temple, giving dana to monks, sweeping the temple, driving or buying supplies for the temple, being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temple, meditation, chanting, anything, it should be free from the 8 worldly concerns or the 8 worldly dharmas. Dharma means conduct, so Buddha Dharma is correct conduct that leads to awakening. The 8 worldly concerns are to be happy when we are praised, to be unhappy when we are insulted, to be happy if we receive any gifts, to be unhappy if you don't, to be happy upon achieving a reputation, to be unhappy when we are unsuccessful, to be happy when we are comfortable, to be unhappy when we are not. We should not be practicing the Dharma for these reasons at all. 那这里呢，就是开始一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实我们可能略会知道，隐约可能会觉得这些所谓的世间八法是有一点不妥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研究过它的内容。那这里讲第一个讲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说如何在进行任何佛法活动或者是听法之前，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那如果说你以一个不正确的动机，像之前说过的，以一个染污的一个不正确的动机来听法，或者是来参加任何佛法活动的话呢，那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所听的法呢，其实它就已经是被污染了。那所谓的污染指的是什么东西呢？今天就特别跟大家指出，因为其实我们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不要去做，而是有些时候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东西，或者该避免哪一些东西，所以这个特别就列出了让我们去留意的，当成是一个指南和一个方针。那这个世间八法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南。他说，当我们在进行任何佛法活动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烧香，或者是我们在做跪拜啊，或者是我们在做供养啊，或者是我们在供花，或者是给寺院捐款，或者是做布施扫寺院，或者是购买各种各样的粮食，或者是供给寺院的话呢，甚至是当时寺院的执委或者说禅修啊、念经之类的，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受到世间八法的一些污染。那法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法讲的其实是一种行为，所以佛法讲的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正当的一个行为。那正当的行为在佛法里呢，它能够让我们带我们走向正悟。那所以在讲到这个世间八法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就是怎么说呢？世间八法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远离的，在学佛的过程中必须远离的一些行为准则。那什么是世间八法呢？那其实这是每天每时每一刻，几乎只要是我们醒着的时候，任何1分钟、任何1秒钟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他讲，当我们被称赞的时候觉得开心，那或者被侮辱的时候感觉到不开心，那这是其中一个。那其实这些我们可能正常人或者是一般人没有接触过佛法，或者是就是可能完全没有那就不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的。其实被赞美开心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被人家辱骂的话不开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那所以这里就特别的把这里点出来，当一种行为就特别被提出来说的时候，它被放大来看了，我们就会对它特别去警惕。那这些习以为常的，尤其是另外这刚才讲了2个嘛，那接下去呢还有6个，就是说当我们接受我们有得到任何礼物，人家给我们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开心。那我们什么都没得到的时候，就是说被忽略的时候，我们就不开心。那这是另外的2个。另一些呢，就是当我们享有好的声誉的时候，当有人赞美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声名远播的时候，那我们是开心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失败了，或者是我们恶名昭彰的时候，我们就不开心。另一些呢，就最后2个呢，就是说当我们生活舒适的时候，我们很开心。那遇上逆境的时候呢，或者不舒适的时候就不开心。那这些其实都是太过正常，是正常不过，是每天都在发生。那我们也理所当然认为遇到逆境不开心是正常的。
顺境的时候开心是正常的，被赞美的时候开心是正常的，成功的时候开心是正常的，有良好的享有生计的时候是开心是正常的，那也是相反的，不开心都是正常的。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大家都习以为常，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大家每天呢，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以同样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射，对于各种外界的好与不好、好的评价、坏的评价等等，我们都很自然的做出这样子的反应。那甚至有些时候，在做任何行为之前，我们所设的动机，有些人所做任何东西，他所设的动机，甚至单纯只是为了得到赞美，或者是希望自己有更美好的声誉，如此而已。那这一些在佛法里其实都是不允许，这些都属于世间法。那在进行任何佛法活动的时候呢，这些都应该要避免。那如果说我们有上师的话，那我们上师呢，他就会根据这个世间法，就特别去在我们的帮我们进行一些行为上或者思想上的调整。那如果说没有上师的话呢，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常常记得这些世间法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就时刻去提醒自己不要犯上了。那刚才讲的这最后一句呢，就是我们不应该本着这些任何以上的内容去，或者是本着以上的任何一种这样子的发心去实修佛法。It will be better to memorize those 8 worldly concerns than 100 tantric practices. Then I'm not trying to blow your mind away. But yes, if you know the mantras and practices and all the initiations of 100 tantric deities, but you are practicing with the 8 worldly concerns, you will not achieve even one tantric result of one tantric deity. So, we should memorize 8 worldly concerns and check over and over again if we are free from them. And if we are not, we must work on it immediately. We must get over it, we must practice, and we must immediately get to the point, because time is short and time is running out. So any Dharma action should be free of those 8 worldly concerns. 那这两段呢，就是说，他说，其实能够很好的去把这个世间八法的内容紧紧记着的话，它其实它的成效，它的好处是甚至比你懂得100个密续本尊的修持来得更好。那仁波切在这里特别强调说，其实他并不是在夸大这件事情。他讲你懂得念诵100个密续本尊的经咒，你对他们的修持是倒背如流，是很熟悉的。但是当你在进行这些修持的时候，如果说你每一次在进行这些修持的时候，你的动机、你的发心却都是世间八法的话呢，那其实你所能够达至的成就呢，几乎是零的。你修多少位本尊都好，其实几乎是零的。所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个世间八法，而且不断的检查。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断的检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免于这些受到世间八法的污染。那如果说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它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去努力的去怎么说，再去提醒自己，去警惕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其实那时间很短暂，而且时间是不够的。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佛法活动呢，我们都必须是很小心的，让自己不受这一个世间八法的污染。那怎么说呢？其实因为你的任何佛法的行为，如果都有了世间八法，其实世间八法讲的其实你仔细去检查的话，那其实都是源自我们对各种东西，比如说包括对于声誉、对于赞美的一种贪念和欲望。那如果说你本着这样子的世间八法来修佛法的话呢，其实跟佛法是完全相违背的。你怎么可能从这样子的一种以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你怎么可能希望从本着这样子的东西去拥有佛法的一个收成呢？所以世间八法是很重要。那怎么去让自己时时刻刻记得世间八法呢？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人不断的提醒我们的话，那是其中一个。那当然，但是作为一个佛门的子弟的话，我们其实理应自己去提醒自己，
时时刻刻。那就是每当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或者每当跟任何人有些跟外界有任何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时时刻刻的去看着自己的念头，各种各样的念头，各种各样的情绪，它一升起来的话，那立刻就要怎么说呢？就要去控制它。那时间久了，其实我们就对这样子的一种内容，或者这样子的某种情绪就特别敏感，也会很快的就怎么说呢？就能够去克服它。那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克服四件八法的一种方式。If our Dharma is preoccupied with them, there are many disadvantages. When we do actions with the 8 worldly concerns, the act will lead to rebirth in the lower realms, and future lives will be also spent with uncontrolled attachment like now. All results of uncontrolled delusions, attachments, and negative states of mind now are a sign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controlled in the past. So if they were not controlled in the past, the result is that we have not gotten it under control at this time. If it is not gotten under control at this time, it can only get worse, not better. So future lives will also be spent with the uncontrolled attachment. One cannot even enter the Mahayana path. One cannot reach liberation. 那说，如果说我们的佛法呢是遭到四件八法的污染的话呢，那它会带来的坏处是很多的。那最直接的坏处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坏处是最终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将来的投生，我们会投生三恶趣。那如果是投生三恶趣的话，我们就知道三恶趣指的是什么？是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恶趣里呢，其实我们将会去继续的循环，那继续的无法控制自己的各种执着，这种自己的各种贪欲。那这些呢，这一切无法控制的一种执着啦、妄想等等的。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对任何物质、任何人事物吧，如果会有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欲望的话，那其实就表示说我们过去也不曾控制过它。虽然过去正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话，那就表示以后也没有办法控制它，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因为你不断的重复一件行为，你不断的就等于说你不断的强化它，你不断的强化的话，怎么可能变得越来越好呢？比如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举个常见的例子，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就说是抽烟吧，你是抽烟的人，你是个烟民，那你第一次抽烟可能是抽一根，那可能再过了几个星期，你是比较熟悉那个烟味了，那可能你就开始抽5根、10根。那日子久了，如果你不去控制它的话，那你对尼古丁的需要，或者是你对于你的习惯，它其实甚至变成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很自然的，在任何某一些场合啦，喝酒的时候，或者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啦，那很自然就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你甚至想都不用想。那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睡醒就需要，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它只会越来越糟糕，它不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就是希望就是事情会突然间改变，你一定要去干预，你一定要做一些怎么也需要付出努力去控制它。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一世发现自己身上其实我们有很多恶习，我们有很多执着，我们对物质欲望特别强，我们可能有些人对金钱啊，有些人对名誉啦，有些人可能对于伴侣啊，对于性啊欲望特别强的话，就表示说他过去是这个样子，没有控制，所以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如果今天再不控制的话呢，那接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那这种无法控制的循环再进一步演变的话，它其实再严重下去，就会导致我们去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就会犯更多的相关的一种业。那它的结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投身恶趣。
那投身恶趣的话呢，那是更加无法自主，那结果呢就会不断的在这样子的恶性循环里。那如果说我们进入这样子的循环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进入大乘道。那没有办法进入大乘道的话呢，那解脱就是非常困难的。If you do any Dharma actions with the 8 worldly concerns, whatever practices that you do, you will not gain liberation. One will constantly experience hindrances in one's meditation practices, hindrances of laziness, sleepiness, procrastination, doubt, and instability. That is the inner level. The outer level is financial problem, time constrictions, responsibilities, and so on. So when we practice Dharma in a way that the motive is not free of 8 worldly concerns, then the results of course will not be positive. While we are practicing, we will experience many inner and outer obstacles, and there will be no fruitions of our practice except planting seed for our future lives. 他说，如果说我们在进行佛法的一种行为的时候，有着秉持的是一种世间八法的话呢，那我们无论做一些什么样的修持都好，它都不会带领我们走向解脱的道路，就是表示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无效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在进行佛法的行为的时候，参与佛法活动的时候，如果一直都是用着世间八法作为动机的话，那我们的这些过程中呢，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阻力，很多的障碍，就是无论在我们的禅修上啦，或者是我们的听法上，这都会遇到障碍。那什么样的一种障碍呢？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怠惰啦、懒惰，我们不想，会突然间可能今天去上个佛法班，可能接下来可能就突然间就不想去上了，就会爬不起来啊，就懒惰啊等等的。或者是我们在上课，我们在听开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想睡觉，很困很疲倦，无法控制的。或者是我们会不断的喜欢有进行佛法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不积极，会很喜欢拖延。那或者是我们听法的时候会有许多疑惑，或者是情绪上会常常出现很不稳定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在进行佛法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以一种以世间八法作为动机来进行佛法活动，所以这些就导致我们面对今天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内在的一个层次。那在外在的层面来说呢，我们会遇到经济上的问题啊，我们遇到时间短缺、时间不够用的问题啊，我们会遇到可能世俗的任务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专注于佛法的修行种种问题，这些属于外在的障碍。他说，那如果说在修持佛法的时候，我们动机是没有办法摆脱世间八法的话，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以世间八法来作为动机来修持佛法的话呢，那结果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会是正面的。就会面对所有的内在和外在的障碍。那既然会有许多内在和外在的障碍呢，那当然就不会让我们有良好的成果。那它唯一能够带来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心识中种下佛法的种子，如此而已。那种下就是为我们的来世种下佛法的种子。那等到可能我们终于就是我刚才说过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如果说是以这种动机来学佛的话，其实我们的结果就是到恶趣了。那这种下这些种子有什么好处呢？还是有好处，当然，那好处是我们在恶趣的循环结束终结过后，那当有可能投身为人那个时候呢，这样我们有可能再接触佛法，那是这是种下佛法的种子的好处。但其实它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避免世间八法的话，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能够直接避免能够下一辈子投身恶趣的话，那我们下一辈子呢就能以这种佛法的一种印记，我们还能够继续再修行下去。这个是刚才分享的内容。看一下这个。
The practice then becomes only a service to the 8 worldly concerns. What happens when you practice the Dharma with any of the 8 worldly concerns is that it actually feeds the 8 worldly concerns. How is that? You might practice the Dharma so that you will be praised. Yet the point of practicing the Dharma is not to be praised and not to be recognized. The point of practicing the Dharma is to reach liberation. So if you help a Dharma center or you meditate wonderfully when people are around, yet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pick your teeth, then you are not practicing the Dharma with the correct motive. So when your friends are around, we raise our eyebrows, the whites of our eyes are there, we have great meditation experiences, we see lights, our hairs goes up, and our tears come down. But if the minute our friends disappear, we go out for a coffee break, I think we are practicing Dharma for praise. If you are practicing Dharma for praise, the very practice of Dharma leads to wanting more praise, increasing of the big ego, therefore leading you to the 3 lower realms. You may think, hey, how can practicing Dharma lead us to the 3 lower realms? Practicing Dharma doesn't lead you to the 3 lower realms. Your negative intent before the actions leads you to the 3 lower realms. 那这个我们再看前面这一章这一段。那其实如果说以一个错误的动机，就是如果说我们以世间八法作为动机来修持佛法的话，那这个修持本身其实就反过来去滋养这个世间八法的一种形成。他说，对，就是滋养，就去喂养，就让这个世间八法的这种是怎么说呢？会让我们的世间八法变得越来越严重。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讲如果说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为了想得到赞美而去学佛法，但实际上呢，学佛的目的呢，恰好其实是相反的。其实学佛其实要学会谦虚啊，我们学会不想得到赞美啊，或者是不想得到就是特别得到人家的肯定啊。那既然真正学佛的动机是往相反的方向，就是低调，不要特别得到赞美，是很谦卑的。那我们却以想要得到赞美的一种动机来学佛的话，那其实就是跟学佛的整个大方向是相反的。那如果是整个方向相反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期待会得到正面的结果呢？所以再举个例子，就是仁波切在这里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常常到佛法中心、佛教中心去帮忙，当志工，或者是就是反正投入你的时间去帮忙。但是其实你只在大节日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的时候才这么做。那没有人在的时候，平时日子比较冷清的时候，你却什么都不做。那其实你的整个学佛的这个看起来修持佛法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错误的。那有人在的时候才做得好，比如说有人在的时候可能就会特别积极啊，做得特别直啊，打坐，甚至可能还会去有些人甚至还表示他在静坐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这种体验啊，甚至有些人会泪流满脸啊，这些种种的，这都是在人前才做的，那在人后呢立刻就消失。那就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的学佛的动机并不纯正，那是为了得到赞美才去做，那其实你就犯了世间八法这个错了。那这么做的话，它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其实我们只要重复做一件事情一次，那就会强化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性。那做了2次、3次、4次到10次、100次的话呢，那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佛的动机，我们修持佛法的动机是想要得到赞美的话呢，那其实它会让我们想要更多的赞美。今天得到了赞美，那第一天可能你还知道这是假的，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虽然是有点高兴，可能，但是就心里还是有点谦虚的。但是日子久了，那就变得理所当然，那就更加的想要得到更多的赞美。那再来呢，逐渐你自己也给自己的怎么说呢？自己的一种虚伪所欺骗了。你自己本身会认为自己真的是那么伟大。那
结果呢，那自我就变得越来越大，那是非常就变得越来越骄傲。那结果当然是什么？这样子走下去的话，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是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呢，到将来我们投生的那一刻，那我们肯定不会有好结果。那肯定呢，你整个学佛，你修持佛法的，比如说你修几十年，你不断的只是秉着世间八法来修的话，那从30岁到80岁。50年的时间，你都是以世间八法在学佛的话，那到了80岁呢，你可能你骗得到就是那些不太懂佛法的人，那你可能有很深的一个佛法知识，你可能博览群书，你可能对很多佛经都倒背如流，但是这些东西只骗得到别人，却没有办法去骗过那个因果的定律，那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你可能成为某一个教主，但事实上你的业是什么？从一开始都是错误的，你从一开始都以一个错误的动机来修佛，所以这样子的话，当你投生的话，那肯定不可能会投生善趣，那肯定是投生恶趣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修持佛法并不但没有帮助你怎么说呢？去投生善趣，反而会让你直接变得怎么说呢？会直接投生恶趣。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学佛，是因为修佛让你这个样子吗？其实不是。那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什么？真正罪魁祸首并不是那个行为本身，就是并不是去参加法会本身，并不是听佛法开示本身，并不是去寺院帮忙本身，这些行为本身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错了什么？错的是你的动机，是错误的动机，是一种负面的动机。导致就是你的结果是不好的。那所以动机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指伦波切在讲给佛法开示之前呢，他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动机。那就是强调动机，其实主要就是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说呢？去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别人。那你欺骗自己的话，其实我们人生就这么短。那如果你完全或者是你就始终以世间八法来作为东西来修的话，那你接下去你仅有的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你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和物力去做所谓的佛法行为，或者是佛法事业或者佛法活动之类，但是基本上也都等于是浪费了。那不如不做，就这么简单。那个行为一开始就错的话，那因为的结果就是不好的。所以一开始那个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其实要高度的去重视，去强调这个动机。那所谓这个动机，我们要特别去看的呢，特别去警惕呢，就是我们有没有犯了世间八法。那好，那今天暂时这个内容其实蛮多，总共我们看一下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现在分享的是第38页的第5页，那接下去还有整33页要分享的。今天呢暂时到这里为止，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进一步讨论关于这个世间八法的内容。那好，在结束之前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以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身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正直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宝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主二之意，其愿三会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回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情恒常住。那我们这期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